是依序来看台中市这个消息。台中市一个姓罗读高三学生坠楼的命案，意外牵连出偌个复杂的家庭关系。这个姓罗阿公以其他4个这个后生查某囝头一摆对外发声，因写批互花师，批评这个高中生老母无资格处理国籍甲这个身份证，并且讲伊伫台湾20多年啊，处理过2摆身份证，拢被法院撤销。 所以近一摆想要去申请，因为有真济前科无这个良民证来失败。事后这个姓罗阿公呢，掠这个阿嬷出水，敲电话甲恐吓，这个阿嬷惊甲佫申请保护令。这个阿嬷当时发现这个高中生的老母甲阿公有无正常的关系，为了家庭和谐，想要对方一笔钱叫伊转去中国，要过对方开喙就是2000万，互因无法度接受。 我真正无法度接受啦！姓罗高中生的妈妈伫咧记者会顶口讲，因囝伫咧登记东风后2点钟为楼顶坐落来过身，加上罗姓高中生的身世和家庭状况是不假复杂。即摆罗讲，别个4个囡仔捌头一摆对外发表声明。 4个囡仔讲，罗姓高中生的妈妈无资格摕到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倒来到花市，讲罗妈妈伫咧台湾20几年，摕过2摆身份证，拢互注销。即摆是过来台湾了后，罗妈妈依照顾当时未成年的罗姓高中生摕到身份证，不过尾仔法院认为高中生毋是罗妈妈和翁婿生的，就该撤销。虽然罗讲领养高中生了后，罗妈妈佫一摆伊要照顾未成年囡仔，申请登记摕到身份证，不过罗阿嬷申请复杂，法院佫一摆撤销。 伊户籍，落尾罗阿公要和阿嬷离婚，想要互罗妈妈真做是因某申请身份证，不过阿公伫咧法院顶败诉，罗妈妈摕身份证嘛无成。当时去一间食品工厂要引头路，却发现无法度申请劳保，真后家是对这段过去印象真深。去投劳保的时候，劳保局说明无此人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是觉得很狐疑，所以我就要求他的身份证给我看。那我一看，那个根本就是正本，是没有问题的、就是真实的、4个囡仔投诉内容佮讲，伫咧高中生成年了后，罗妈妈因为本身有真侪项前科，无法度申请到良民证，所以就申请身份证失败。阿公就敲电话恐吓阿嬷出水，阿嬷惊甲申请保护令，囡仔拢真生气，因为阿嬷发现罗妈妈和阿公斗阵的时，想要互罗妈妈一笔钱，互伊转去中国。不过罗妈妈大嘴开开，想要爱2000万，囡仔拢认为罗妈妈是孝顺因兜的财产，挑过伊放弃中国的国籍。我们也没有要再去挑起过去纷争的意思，但是今天这件事情的发生，是因为嫌疑人夏楠有高度杀害赖小弟弟的可能，赖小弟弟跟赖母都是被害者。 那么我们希望是不是不要再责怪被害者？罗妈妈的律师强调，过去的代志都会过去，对这摆案件感觉真歹势，佮互一口罩想到过去的悲痛。不过，即摆重点是爱找出高中生的死亡真相。嘛认为罗妈妈长期住伫咧台湾，嘛认同中华民国台湾的地位，争取国际问题，就交予专业的移民律师来处理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